Yohome 真係一滴油都唔使加㗎，可以減少65%嘅反式脂肪酸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精明二胎媽咪Sina，今日就同大家 share 一下點樣煮餸先算健康。咁屋企有老有嫩啦，所以對飲食健康係比較 focus 㗎。蒸煮係健康啲，但係流失咗成70%營養。大火炒鑊，鑊氣係足啲㗎，但係好多有害物質都炒晒出嚟。就算用幾靚嘅油、幾貴嘅食材都掹唔翻。我了解過㗎，而家日本開始興遠紅外熱煮法，好味營養仲唔流失添。咁啱見到推出呢款日本 Yohome 遠紅外料理鑊，覺得唔錯，試下新嘢先。嗱，佢已經唔係傳統嘅高溫大功率煮法。Yohome 創新遠紅外加熱技術。簡單啲嚟講，就算唔使大火，食材都可以做到入邊同出邊同時一齊煮，仲有 SGS 認證，咁油煎油炸嘅時候呢，就可以有效減少反式脂肪酸啦。亦都因為咁，佢做到咗同米芝蓮星級扒房先有嘅低溫烹煮，時間同大火煮餸係差唔多㗎，而且真係做到一滴油都唔使加。我個女牛魔王嚟㗎，勁中意食牛扒，自己用油煎非常難褪粗，唔係太熟就係太韌，生晒頭扒。加油做 Yohome，我最中意用佢嘅低溫烹煮，無水無油無調料。咁我哋就嚟對比下 Yohome 同平底鍋煎扒嘅區別。Yohome 真係一滴油都唔使加㗎。Yohome 煎嘅時候唔使成日翻嚟翻去，就算係咁厚身嘅扒都可以做到入邊同出邊受熱均勻，唔使驚煎燶同埋煎乾。平底鍋咧始終都係要加油先煎得，加油就冇咁健康啦。平底鍋煎就需要成日翻面啦，如果唔係就好容易燶。大家都見到啦，最呢層已經明顯老咗好多啦。嗱，2塊扒都煎好啦，我哋而家切開嚟睇睇。用 Yohome 煎出嚟嘅，裏邊同入邊同時煎熟。而平底鍋煎嘅大概就50%熟左右，仲有熱水添。出去食一餐高質牛扒都要成1000蚊，一家人出去仲揦嚟。而家喺屋企就可以輕鬆整到升級扒房嘅口感啦。講到炒餸，大家實定最關注油煙問題。而家 Yohome 嘅遠紅外技術可以減少5倍油煙，抽油煙機都唔使點開啦。而且炒完啲油好清，冇咩雜質。平時除咗炒餸煎扒，我最中意用佢嚟煲湯。而家我同我奶奶就嚟對比下明火煲同埋 Yohome煲有咩區別。明火煲一唔小心就煲乾晒啲水，而且隻雞好明顯縮細咗，同埋啲肉都柴晒。睇下呢上面嘅飄零。如果屋企有老人家嘅話咧，建議都係少飲啲。而用 Yohome煲嘅話咧，就唔使睇火啦。我哋嚟睇下隻雞嘅雞質，啲雞皮咧仲係好有彈性㗎，而且咧啲油咧會少好多，成碗湯嘅營養全部落晒肚。講真，我屋企啲鑊啊煲啊計落嚟都要幾千蚊。Yohome 一個煲頂晒所有功能啦。好多家長覺得食炸嘢唔健康，其實就係因為油太熱，容易產生致癌物質。而 Yohome 喺炸嘅過程之中，始終 keep 住120度，對比150度嘅油鑊同埋200度嘅空氣炸鑊會更健康。唔係得個講㗎，佢係有 SGS 認證，可以減少65%嘅反式脂肪酸。炸完啲油仲好清下，唔會黑掹掹，足以證明炸嘢都可以好健康。空氣炸鑊都做唔到咁卜卜脆。以前嫲嫲唔俾小朋友食呢啲，而家可以定期炸俾佢哋食啦。咁揀鑊塗層係非常重要㗎，如果揀到啲唔好嘅塗層，咁就真係好大鑊啦。Yohome佢係含鈦嘅糯米嘅不黏陶瓷塗層，韓國、日本啲高端廚具都係用呢種材質，內高溫600度，所以平時炸嘢啦、炒餸啦都唔會釋放有害物質。set 咗20種中式菜單，老公都話每日期待新菜式啊！自己喺屋企整，慳錢又美味。佢成個 design 同質感都好正，3.7升大容量，一家5口人都可以滿足到，而且清洗好方便。好啦，準備開飯啦！有呢個日本 Yohome遠紅外料理喎，大人食得健康，小朋友食得營養，老人食得長壽。